手把手祷告手，这一列环岛之星梦想号站在他的旁边，非常的羡慕可以坐在车厢里面的人。但是我们看到一节一节车厢过去，里面很豪华，但好像不见得看到有人影。怎么会这么豪华的列车上面没有坐几个人呢？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会不会也是这样呢？我们渴望做环岛之星梦想号，我们的生命很想是有一个梦想要实践，但好像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好不好？我们来思考，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，我出生以前，你已经看见了我，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，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。诗篇139篇16节。在这个经文里再次来告诉我们，这一位从过去现在到未来，我们或许还不认识他的这一位比我们更大爱我们有能力的上帝，他非常的爱你跟我，即便我们不相信或还没有接受，但他已经为我们预备那够用的美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来感恩，感谢这一位上帝创造主爱我，为我今天预备一件美好的事，恳求帮助我更明白这一生我的梦想是什么，我要为什么而活呢？在家庭当中，我们回去也可以彼此来分享哦，曾经共同经历那美好那梦想的时刻，那个梦想的里程，那美好的经验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